3年搞早。7米搞早哈。7米我敢若是第一道注意到你啦吼，歹势我平常时拢顾念书，无咧看啥物人入来。好，时间到了吼，所以咱就直接来开始来念吼。试下来必学会咱算第9集吧吼。顶回是讲到算迄啥，昆方要追求即个回避吼，拜托因若久去斗3工，但是回避敢若想着信用吼，想着讲伊伫咧斗伫咧教会一个活动听一个牧师吼演讲，讲起即个甜蜜的家庭吼，伊讲的内容即马就是伫遮写吼，着先找人吼，伊讲即个着爱先找人，第一点就是先经爱情一致的人，吼，伊引一寡经文啦吼，伫遮夫妇的疼情，咸菜起头是对自私独占，专一气吼。后来应该着尽到互相奉事哦。爸比搞早吼，来，爸比我甲你。搞早。等下毛你甲我斗现压者吼。我已经甲迄个 YouTube 的 link 搭伫 chat room 啦，顶头即个拼 link 就是我即马咧读的即个文本吼。我来发一个雷蒙片互你，但是要安怎发啦？试落拢无反应。试两个，好，咱开始读吼。顶回读到这就是回避想起讲伊听一个牧师讲起甜蜜的家庭吼，讲起要安怎组一个甜蜜家庭讲第一项是爱先经爱情一致的人吼。好，我对遮开始读吼。夫妇的疼情，咸菜起头是对自私独占，专一气吼。后来应该着尽到互相奉事，到尾是为爱来死吼，来牺牲一切。所以疼毋是自私的感情，是牺牲的行为吼。OK， 雅各书毋是雅各啦吼，毋是无书啦，雅各就是圣经内底雅各一本字吼，2章70、3章50、8章40吼，这下底应该是拢这经文吼。目的拍生伊，目的搅扰我所疼的，听候伊家己情愿吼。拍生伊意思是毋免逼伊吼，毋免甲强迫吼。爱情是情愿的，是主动得的，也是永远袂后一啊56吼。是永远袂改变的吼。这是雅各书8章60、70吼。那为着人情、环境、物质来改变，是真见效吼。就是爱情无应该为着人情吼、
环境物质来改变。第二，着经5万一致的人，就是恁的5万爱相像啊，咱是天国民，腓立比书3章20节，讲咱是天国的子民就对啦。咱是头前的表，对顶面吊咱的想得走的人，即句搁念一遍，可能看无，咱来解释。咱是头前的表，其实我伫巴克勒版本无看到安尼讲法，咱是头前迄个标杆迄个标啦，标。我看一下腓立比书3章12节、14节。腓立比书3章，巴克勒转落啊，来，卖遮辛苦互恁看一下汉语版本对照者。3章12节、14节毋是讲我已经得到，而是已经完全独走进前，看会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查的表来走。嘛是用表用所查的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你看这翻译的无啥共伊这版本阁是我毋知是翻译含甲巴克勒版无甲伊相像伊讲咱是头前的表对顶面吊咱的想得走的人对顶面吊咱的想，吊就是呼召啦呼召咱呼召呼召咱的人想迄个想事得走的人咱是即个想你走的人咱是自行看耶稣来走的人，是望天祥的人，是望天城的人是天城天顶的城啦就是即个伊讲算教会教导因的望是即寡啦好，第三是最后着经信仰一致的人信仰若无一致，5万就无法度一致，疼心也无法度通一致OK， 什么叫做甜蜜的家庭后壁佫3点什么叫做甜蜜家庭？来，听看伊解释A， 伫无情是啥物意思？伫无情爬目睭叫骂攻击顶拍下尖的沙无好啦，头前即拢咧讲即个沙无啦沙无无情
八目洲叫咩？我毋知啥物叫做八目洲。叫咩？目洲知啦，啥物叫八目洲吼？叫咩？叫咩就叫嘛吼。攻击顶拍下尖，顶头你拍，下底你用好尖啦吼。就是双面夹攻了哈，上下交相间，那个顶拍下尖的沙模愈挺中吼。家庭是烈焰的甘泉，遮有一个汉字有解说吼，烈焰的甘泉吼。伊也知影即种文言的写法，其实写做白话字人是看无的啦吼。为什么白话字叫做白话字？就是按讲白话，你喙所讲的讲出来，迄音人一听就知影。啊，你若要用即种书面语去写，用白话字写就无适合。所以你若用白话字去写文言文吼，迄是看啊足辛苦的吼。烈焰的甘泉吼，好。所以，啥物是甜蜜家庭？第一来讲，伫即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啦吼，家庭是烈焰的甘泉。比伫等下拄则讲看无，白目洲，我查一下吼。白目洲，有白目麻的白目麻，白目不，无白目洲。好，搁一个，伊搁来一个咱看无的词吼，白目洲。好，人过啦吼，这热无书店啊，写一寡人看无的吼。比伫残酷、冷眼、轻侮、黑角吼。另外这个轻侮、轻侮啦吼，我相信就是轻慢、侮慢吼，轻侮、残酷知啦吼，残酷吼，冷眼吼，人眼相待迄个冷眼，黑角就是黑落啦吼，就是丢弃吼。啊，冷冰冰的冰原中，家庭是温室的路边吼，就是伫即种冷的即种冷淡的环境内底，家庭是有温暖的吼。第三个 C， 伫惨痛、悲哀、垂头丧气。垂头丧气就是垂头丧气啦吼，但是即个丧气要查一下吼。淡第三声，气第三声。你又是写毋对，因为我知影是淡气啦吼。淡字就是第二声，嘛无，查一下，做台语。做台语哪遮慢？开袂起来。做台语今仔日
罢工。我要卡一个 T。拢无。好，来，这台可以出来哦。请用以下写法淡字。淡字字典拢无，但是但雷伫咧乡数补给有，我哪有用即个词吼？淡字，我敢若印象中是叫做淡字。无。好啦，搁一个查某的啦吼，水头淡字吼。用 wildcard 嘛无，所以应该是查某吼。好 ，C 伫惨痛悲哀水头淡字吼，苦海狂风的大浪中吼。苦海狂风的狂风暴雨了吼，苦海应该是苦海无边了吼，苦海狂风的大浪中，家庭是河港湾的码头吼，后壁有写汉字吼，港湾的码头，河港湾的码头。总共家庭是啥物？家庭就是人生路程中肉体安息、精神安慰的所在。伫雅歌形容讲，822万字，57页。我看伊这刷稿要刷几页吼，哇，真正佫无客气呢，佫甲你刷几页几篇吼，这足奇怪，我就爱看，我较早伫台湾的时候，我就爱看台迄个电视台吼，伊8点时阵迄个戏剧啊吼，伊头前是足精彩的故事吼，拢是一寡人的迄个人生故事，自伊细汉开始搬去一楼参与自济，伫自济做甲吼，因个毋知叫做什么党，我袂记吼。敢若悬100万个人做什么应付董事吼，故事拢足精彩，我就爱看。但是呢，差不多每一出伫后壁拢开始正面宣导，然后伊开始正面宣导，就是因为开始加入自济吼。这起来毕学会就还袂到后壁咧，头前就开始规篇啊吼。我是沙仑的玫瑰花吼，无情。迫害中的安慰，这拢是你讲拄则用经文你解说拄则讲的啦吼。雅歌书，过来是雅歌书。我是山谷中的百合花吼，山谷中的百合花，悲惨流目屎中的安慰吼。过来是雅歌书，雅歌第1章14节，是园中的红鲜花吼，红鲜花就是金甲花啦吼。着我野仙中的安慰吼。妇人人是哪阵什物？车内的百合花吼，这就是咱这本小说的主题标题啦，叫做车内百合花，就是啥？就是妇人人啦吼。一生就是苦，只有坚忍。结逼是什么意思啊？结逼洁白了啊！我哩咧，吼结逼啦吼，拢种
书面语的写法啦吼。坚忍吼，过来是加载伊个瞟我看，我真正有时仔看无吼。雅歌第一章14节，石棚内的甲，石棚内的甲是啥？甲我所知影有分鸟叫做甲。好，咱看咧吼，伊后壁写石棚内的甲，就是形状温顺、目睭、声音可爱吼。贤惠吼，伊写贤惠，剽汉字吼。啊，即个甲是啥？嘛是佫看无。咱来看一下雅歌第一章14节吼。雅歌，雅歌是旧约圣经，等下吼。雅歌伫遮。第一章，第一章14节。你若看汉字啦吼，我所恋爱的是做我一拍的庄稼花吼，伫温基底的葡萄园内吼。温基底应该是，毋知是地名还是啥物？遮啦吼，亲像甲吼，遮反正是迄个分鸟就对啦吼。我所听的，看你真水，看你真水，你的目睭亲像甲吼，这是巴克勒版的写法吼。好的，过来是啥？甲是鸽哦，甲是鸽子哦。甲就是鸽子嘿，但是一般白话袂安尼讲啦，白话讲分鸟啦。对啊。嘿，甲是迄个字的迄个读册音，鸽子的读册音。伊是第九条啊，吓。无第九条，台语敢若8条尔。哦。毋是有那个蚯蚓符号的那个？伊甲是写伊是第4声啦吼，嘿。第4声哦。嘿，第8声，台语敢若8声调吼，第4甲第8，你会当甲8声调分做2段，头前4声一段，后壁后下4声一段吼。第4声甲第8声，就是头每一段上尾音拢是得笑的入声字，得笑就是舍。甲吼，即种字吼，雪月歌即种的吼，雪蛇嘛，雪啦吼，有人讲雪雪吼，月亮月吼，即种就是足短促的音，叫做台语叫做入声音，日文叫做促音吼。你若较早伫个国文课老师若有甲你教叫做仄音吼，平平仄迄个仄吼，就是即个是第4声甲第8声，但是第4声较低，第8声较悬吼，较悬就加一徛，顶头就会加一徛迄个符号吼，即个第8声听顶头即个结八，即个八就是较悬，你若要读较低，就读做八，所以是八吼，这是甲吼，就是第4声第8声的差别伫遮尔吼，所以。石棚内的甲，就是石棚内的分鸟吼。好，安尼，芭比你有学着，我拄则讲遮紧，你阁有吸收着吼。好，咱继续看。好，无客气。咱还拢无开课伫教白话字啦。我咧想讲是爱开一个先开教白话字，还是像即种恁逐个倒读逐学吼。嘛是会使啦吼，我的小妹吼，我的新娘就是关锁的园，关锁是毋是关闭锁封锁的迄个意思？
关锁的门吼，应该是啦，关锁的门 ，the closed door 吼。看捌的井，井就是 well， 会当抢水迄个古井吼。看捌的井就是顶头甲看捌起来吼。封捌的水泉吼，相款就是封起来的水泉吼。纯洁清洁吼，纯洁清洁吼，洁佫是第四声吼。纯洁了，贞洁了哈。清洁是贞洁啊，这个洁是应该是节目迄个节吧，因为若是清洁是 KIAT 吼，清洁，贞洁清洁的洁就是 KIAT 吼。顶面的丈夫，这可能是 typo， 应该是丈夫吼。丈夫就是17325丈夫1732553，所以应该是第七声，再变调做第三声吼。顶面的丈夫妇人人。是雅歌所描写理想的夫妇吼，所以是丈夫无毋对吼，写毋对呀，伊写做丈夫，伊写做丈夫吼，即个音安尼读，就知影读毋对，写毋对呀。顶面的丈夫甲妇人人吼，丈夫的 husband 吼 ，husband 甲妇人人是雅歌所描写理想的夫妇吼。参考啦吼，有诶你即马查某囡仔听袂落啦，想要清洁这啥有诶无诶吼。伫遮暗指吼，行驶吼，歹势吼，伫遮暗指行驶，丈夫是主，即遮就写对啊吼，拄则这typo写中，即嘛写中吼。伫遮暗指行驶，丈夫是主耶稣，新娘是信徒吼。伊遮即个注解是讲，伫咧雅歌其实迄个写足侪爱情，但是吼，伊其实写的丈夫是指上帝啦、主啦吼，新娘是指信徒啦，就是迄种你对丈夫的迄个爱慕，迄种感情啦吼。当然这是看你要安怎解释，因为雅歌内底其实无是一本若敢若容易写爱情的一本字，所以含圣经其实看敢若无啥物关系。你若要讲要用要较解释甲讲较圣洁的读法，就是即种看法嘛吼。丈夫指耶稣，新娘指信徒吼。第三，要安怎经好的顶对？顶对是啥物意思？顶对，好的顶对。我看一下，啥物叫做顶对？是毋是个typo去啊？顶对。无即个词呢？应该是typo啦吼。要安怎经好的顶对？这是啥物？我译袂出来吼。第一，敬的方法，敬的方法。第一条内底佫分两个吼，着先祈祷。经文咱来再来读吼。第二，好某是上帝赏赐的，这项顶对，好的顶对。好，第 A 着先祈祷，伊用创世纪吼24章21章，要
也是秉神的旨意，要嫁也是秉神的旨意。看无，我看一下《创世纪》24章50到51节，《创世纪》24章。为什么无？无合本点调，巴克勒传罗。倒伫遮，点一下。哇，安尼我无法度看。顶来，巴克勒传罗，汉罗，创世纪，要记第几章？24章50、51。好，立班甲比土利应讲，代志出自耶和华，阮袂话对伊讲好的歹，讲好的歹吼，讲好还是歹？你看，利百加伫你的面前，通将伊带去，互你的主人的囝做某，照耶和华所讲。要嫁也是凭神的旨意。内底无讲即个意思啊？毋知呢。好，搁人过啊，因着写一句啥物意思？第二讲，好某是上帝赏赐的吼，这经文跳过。第二，选择的标准，因为读较无啥啥，因为看这顶对看无吼，毋知选择的标准是指选啥物，咱继续看来吼。58。巴比萨马尼。改好啊。好，选择标准吼 ，A 是男的毋通袂伫女性的水吼，就是查甫人毋通一袂讲查某人的水吼。参孙、大毕、所罗门拢失败伫美女吼，这就人过吼。参孙的故事我袂记，我敢若记头毛若去互剪掉，就失去气力吼。啊，敢若伊敢若互一个因某会使甲伊头毛甲割掉吼。大毕的故事就是伊有一道伫咧皇宫内底看出去，伫咧看人，一个查某人伫咧迄阳台啦吼，我不晓讲迄叫啥，伫水仙区啦吼。啊，迄个查某人叫啥名？我则袂记。啊，伊着甲人，迄是别人的某，甲人占来做某吼。啊，佫足害吼，伊佫甲因翁吼，因大毕是王嘛，伊着甲迄个查某人的翁，甲派去前线就对啦，算去互战死安尼。所以这心足恶毒的吼。当然，这是大毕人生当中一个污点啦吼，一个上大的污点吼。所罗门，所罗门佫是另外一个，我袂记所罗门为虾米失败伫美女吼。好，咱继续看，
女的毋通卖伫查甫的钱吼，啊，好，这免讲吼，伊就是意思就是安尼吼。物质啊，就是查某人毋通定卖伫物质还是钱吼，着经亲像安尼的女子，亲像安怎伊经文遮吼，伫遮你甲你看吼，创世纪后壁有写，就是勤劳的勤劳啦吼，勤劳嘛是佫是孔子爸啦吼，台语袂安尼讲吼，台语佫咧讲骨力啦吼，奉事应该是侍奉的意思吼，奉事亲切、礼仪端庄、遵循爸母。遵循爸母是遵循爸母是啥？遵循爸母，但是遵循我嘛佫看无吼。遵循，敢是遵循的意思？CHUN 第五声 ，CHUN 第五声。无遵循啊，遵循就是敬重、尊重吼，所以应该是太步啦吼。第一个应该是头前迄字应该是第一声吼，伊两个拢飘做第五声去啊，毋对去吼。遵循啊，遵循就是敬重吼，台语大词典尊重啦吼，有遵循读到倒去？遵循爸母就是尊重爸母吼。有信心，有斩节，有斩节的在色女吼。斩节是啥物意思？斩节吼。斩节是毋是人咧讲的斩节？CHAM 第二声 CHEH。第八声，又搁用一个无词典查无的，斩节，台语大词典有收一个词叫做斩罪吼，显明。果断吼，就是做决定的时阵足紧的吼，足果断吼。斩罪、斩节 ，embryo 有收，斩节、斩罪两个音拢有吼，就是相款，就是显明果断吼。华文叫做干脆啦吼 ，ability to act with decision, rapidity and wisdom. Rapidity. OK. 有斩节的在色女吼，着经。安尼的查甫人做翁，创世纪就是决心听你，愿为你着磨牺牲，健康坚持，有理智，温存。够体贴的人，都有一两个词。愿为你着磨牺牲吼，这拢看有吼。着磨就是受折磨了吼，牺牲健康啊，健康是伊的特质啊吼，毋是动词吼。坚持，
有理智，坚持是毋是写毋对去啊？坚持捌听过，毋捌听过坚持啦。无坚持即个词啦，应该是坚持吼。有理智、温存、够体贴的人吼。温存够体贴，温存，温存嘛无温存即个词，毋知佫是写毋对，还是音佫是无飘好。温存够体贴的人吼。第三，什么是美的标准？吼，什么是水啦？吼，美的标准。创世纪24章第6节，极其俊美也是处女，尊有智慧、勇敢、豪杰、健康。处女袂捌有人亲近伊吼。内心的水第一要紧吼，水是上帝特别赏赐的，袂得家己骄傲吼。女性的水是健康、内心水、处女即三项第一水。大部人所要求的美女是清洁、温顺、体贴，毋是曲线美，毋是曲线美，皮肤的幼稚吼，窈窕的媚态。好，啥物叫做曲线美？我看无曲线。好，曲线知啦。曲线美毋捌听过，但是曲线知吼。曲线就是曲线吼。所以伊讲啥物是查某人的水，毋是曲线美吼，毋是你的线条，毋是你的线条偌水吼，毋是你皮肤的幼稚吼。幼稚是毋捌看过，我看觅幼稚，第7声。幼稚就是细腻的意思。但你大书店用即个汉字，毋知有适合无吼？毋是讲字啦，这毋是 word 啦，幼稚细腻吼。咱讲细腻，毋是讲你字用写甲遮细吼，是迄个字哩。我嘛毋知汉字安怎写吼。这啦，就是幼稚，就是这吼，肉类吼，根部顶的柔软细肉。但是幼稚就是细腻吗？等下吼，我搁用遮查一下。幼稚第7声，幼稚。Marino 就是写讲是细嫩吼，就相关是幼稚好了。毋是曲线美，毋是皮肤的幼稚吼，窈窕的媚态，媚态就是媚态吼。那简单要求欲享欲的满足吼。欲顶回嘛有读过肉欲吼，迄是
采花芳的男性吼，将女性当作佚佗物啦，后壁应该是佚佗物还是佚佗物吼？看腔口吼，阮是讲佚佗物啦吼。采花芳，较早台语歌会安尼用啦吼，采花芳吼，一丛采了搁一丛吼，就台湾讲风流男性吼。好，后一页59，46分。好，毋是，着佚佗物，甲查某人当作佚佗物，款待的吼，毋是正经夫妇的道理。哦，即几啊啦。好，第四，上好的顶对住伫倒位？我都看无顶对，搁来一遍。上好的顶对，顶是好啦，都无即个词啊。顶对，敢是顶？我家一下声调看知着，无，毋知吼。上好的顶对住伫倒位吼？伫你的隔壁，伫你的同教会、同学就同学吼，同乡里就是自细就三知性情吼。自细应该是自细汉啊，就大家互相知影性情吼，就三知性情，做伙交陪，愿同甜同苦的男朋友、女朋友是第一好吼，就是毋免找伤远啦吼。恁较早自细汉伫同教会、伫隔壁、伫共一个庄头的即种的。自细汉你着捌诶啦，就是你深知伊对即个人了解诚深啦吼，毋免贪心，毋免好奇吼。第一感的印象太危险。第一感是啥物意思？毋免理想过分伤悬，毋免理想过分伤悬，就是毋免过分理想，就是过头理想吼，毋通太过理想吼，就是华语安尼讲吼，毋免理想过分伤悬。后来时机尚慢，才直直落节啊，落节什么意思啊？后来时机尚慢，才直直落节。查一下落节 ，LOH 落节 CHIAT。落节是拍节吼，价钱拍节叫做落节吼。我今仔才学着啦吼，对我来讲新词吼。落节，后来时机尚慢，才直直落节吼，就是伤晚过带啦吼。毋免理想过分伤悬嘛，后来时机尚慢，才直直落节吼。因为你
伤慢过带你的价值愈来愈低就对啦，意思是安尼。要价着趁星吼，哇，用星这个字哦，趁星吼。18到22岁做同时吼，做上拄好18号到22号吼。当然，即嘛即个时代是算较早啦，18。即就是即段时间，搁咧读大，拄好咧读大学的时阵嘛吼，中学毕业啊，咧读大学嘛吼，毋免伤够紧吼。猪仔过做芳，猪仔过做芳，猪仔过做芳，这是什么意思呢？做芳 ，CHO 第五声 PHANG 第声，无即个词呢？又过来一个。做芳，无即个词啦吼。猪仔可能就是typical 嘛吼，猪仔过做芳，做芳，我查者声调甲教字。妈问讲，猪仔过做芳，就是别人的面较好食。哦。OK， 好，安尼我知影意思。可能即个海粉爱摕掉啦吼。猪仔过做芳，就是别人做内底的物件较芳嘛吼。好，毋免伤够紧吼。猪仔过做芳，爱去找新奇的看卖。啊，什么意思？意思看有，但是这含头前讲的有啥物关系？毋免伤够紧吼，猪仔过做芳，爱去找新奇的看卖。哦，意思讲毋通讲伤够紧去找新奇的，应该是安尼嘛吼。讲意思叫你毋免去找新奇的啦。到时袂落熬，你就知代，袂落熬是要安怎讲？NGAUH， 熬是毋是上颚下颚迄个颚吼？熬大开喙食物件的款式叫做熬吼。互车顶咬着嘛，这叫做熬哦。当然，这只应该毋是第2个啦吼。到时袂落熬，你就知代，就是你到时阵食袂落嘛，吞袂落去，你就知影代志歹吼。落熬，所以是大开喙食物件叫做熬吼。大开喙食物件叫做熬吼。啊，互好车熬着，这是另外一个吼，毋是这只是意思是安尼吼。应该毋是即个熬。吼，毋是这嘛我毋捌听过吼，真拗效，就是华语的外语叫做拗。先煞学一个吼，我看觅。NGNAUH，
甘为林甘字典啊吼，咬着就是去加着吼。拢无讲到即个，拄则讲迄个外遇迄种用法啦。NGAUH。遮拗真拗，我用汉字词看觅啊。NGNAUH。NGAUH 加一个 N 去 ，NGAUH 无汉字。注音。拗真拗好拗做一个我是足好诶，若即个讲是真拗好，所以即嘛看迄个好，甘字典迄个好，就是用即个好嘛。讲真拗好，就是一对外遇也合这是日本话啦吼，就是外遇诶一对，即嘛叫夫邻啦，即嘛不过也吼，即嘛叫不伦啦吼，不伦的一对啦吼，真拗好，有啦。以后你若听就知影意思啦，真拗好。但是我印象中迄个汉字即个读做好啊，毋是好。我来搁查一下吼，即个汉字，看者确定者，读做好啦吼。安尼我记毋对去吼，读做假音第7声假音的好，真拗好吼，一对好啦吼。而且迄华语安怎读我颠倒袂晓吼，一对好，就是外遇的一对男女，叫做真拗好。好，先煞学起来啦。当然即讲到时若袂落拗，你就知，但是即是讲吞袂落的意思啦吼。世间无迄号六骹长手的人吼。六骹长手的人，我毋捌听人安尼讲过，等下查者。毋免伤厚经病患吼，初病直来就好，毋免伤厚经啦吼。应该是一个句斗伫遮吼，病患就是病患初病吼，直来会就好。即个直来是指啥？佮写一个毋知啊。
滴吼，滴啦，滴啦，滴啦吼。兄弟的囝，这是无可能啊！敢是讲滴啦？毋知是毋是写了写毋对，我看下。第四声咧，滴啦，第四声，但是头做滴啦，无即个字。滴啦的就好，直指。你经一个对象，含即个滴啦有啥物关系？吼，好啦，时间到，咱读到遮第四吼，后壁搁一第五吼，竟然正令宣导吼，正令宣导，写几啊页吼，好，第四吼，这是第51。URL 第59吼，好 ，OK。哦，写37。芭比敢有啥物问题？内底敢有啥物问题？有人问问题无？看无迄个。啥物物件看无？啊？应该是讲是，哎呀，马文你有闲家己讲无？啊？是你讲猪仔过做芳哦？伊有写猪仔过做芳，我是药啦吼，食着鸡就知啦吼。哦，对，我读袂出来，鸡就知，这是噎到哦，是不是？鸡应该是啊，啊，就是拄则讲袂落咬啊。嗯。嘿啊。啊，搁有，我就一直查。鸡龟啦，伊是后壁迄个鸡龟，就是，我咱先煞看者吼，鸡，食着，伊是写第一声鸡。鸡哦，鸡。鸡着，我记是第三声哩。毋是鸡是鸡着。对啊，是第，无看到即字。鸡龟就是第三声无毋对。无。敢若是第二声诶。鸡着，哦对，鸡着啦吼，鸡着才对，嘿，鸡龟啦，吼，鸡龟吼，就是竟然无过数，噎着了，哈哈，去鸡着吼，鸡龟嘿，鸡龟，嘿，第二声，噎着哦。啊，拄则落咬即个词感有吼 ，LOH。第八声哦 ，NGAUH， 袂落咬，落咬，哎哟，结果我学毋对，摇毋对哦。落咬是亲母和母。哦。落咬啊，所以咬是共款是拄则迄个。即个咬，落咬，头和气和头气哇，落咬，嘿，袂落咬啊，哦，所以伊讲袂落咬，到时就知嘛，就是你若斗阵了无好，不适合，嘿，对，到时就知，嘿，就知大吼。哦，是这样哦。嘿，所以歹势拄则无查词典，毋知影即个，我摇毋对去。到时袂落咬，你就知大吼。拄则毋是讲吞袂落啦吼，是讲你若对，嘿，你若顾要找新奇诶吼，要找这伤够紧嘛吼，到时阵若袂和睦，两个袂
斗阵了无好，你就再戴吼，安尼落熬吼。落熬即个词我嘛是今仔才学着的啦，我毋捌听人咧讲，我毋袂晓吼。但是学起来啦吼，落熬啊！而且我今仔日特别搁加查另外真拗效吼，迄是另外一个意思。啊，搁食物件足大喙，食嘛叫做拗吼。即食物件大喙食的款，我是知吼，即个词我就会晓拗。讲啊，你帮我拗一下，好像那个，譬如讲苹果吼，啊，帮我拗迄个食苹果、食苹果的迄个食法吼，你若喙开大大，甲咬一喙吼，迄个咬就是颞咬迄个颞啦。我毋知汉字是毋是用迄字吼，就是迄个咬吼。所以即个咬字今仔日学着吼。好，安尼到遮马文佫有写落咬，啊伊就是拄则咱有查着吼。帮忙打出来。嘿，感谢马文，你上班吼，伊无方便，我知。好，感谢，安尼到遮啦吼，咱来归房，感谢各位。明仔载再看时间啦，无一定啦吼。好 ，OK， 好，拜拜。